的教会是有意向、有目标的教会，是按照上帝的心意，一步一步来向前，来迈向迄个荣耀大有开来的教会。所以感谢主。今仔日要透过这段经文，咱做伙来学习一个敬拜甲服侍的奥妙。敬拜甲服侍的奥妙。有一个牧师伊在讲，伊伫教会服侍久久，上帝透过伊伫基督内面内底挑选遮的服侍的同工的时阵上帝的灵就感动伊，互伊知影对伊的跟伊做伙配搭的遮的同工伊期待伫因的性情伫因的能力，甲因的亲和力内面拢会当到一个标准，会当有真好的一个目标安尼吼。伊在讲的性情是讲什么？讲是对基督信仰来培育的一款的性情，嘛会当讲是一种的品格，吼，就是透过信仰帮助咱，无论过去咱的品格、咱的性地是啥物，不要紧。来到伫教会，咱就会当渐渐去学习上帝意爱咱、形塑咱，成做什么款的人互咱的讲话、言行举止，拢会当按照上帝的心意，按照真理来行。伊讲这足重要。搁有伊看的是什么能力呢？伊讲能力就是办代志的一个能力办代志的能力以外，搁较重要的，就讲爱有一个谦卑学习的心啦，因为来到教会，咱知无一个是完全的，既然是无一个是完全的，那安尼咱拢愿意来找找迄个完全的，就是耶稣基督。嘛透过咱的同工兄弟姊妹，咱嘛会当去看到，哇，每一个人，上帝互人无共款的特点，也是讲恩赐，咱拢会当透过因来甲因学乐来甲因学习，嘛透过安尼来看见个哇，原来咱会当做伙伫遮，是一个上帝互咱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能力毋是讲办代志尔，就是讲家己对学习的态度，是用着什么款的态度来面对，这嘛是一个成长一个足关键的所在。比如讲咱教会咱有设这个复兴基督小组 RPG 有设这个导读基督读圣经这个方式。这可能对咱较资深的，包括牧师我头接触的时阵咱重新来甲伊调整，拢伫心内有一个感动，就是讲，上帝爱咱真做一个是一个对简单来开始啦，对吧？上帝袂讲教咱一个足复杂的物件，我相信是袂。我相信对简单开始，嘛所有学习技巧的人，也是讲教这技巧的师傅，因所制定的一个方式甲过程，是毋是安尼？比如讲，哇，咱遮有即个木工师傅对无？木工师傅，咱知影咱遮木工师傅，什么人厉害？你敢知？对啦，国坚哇，伊的功夫牧师学了甲达志对。总是我若讲国坚，你来甲我教一下好无讲这到底是要安怎来学伊绝对袂讲来这个抠倒起来，你知影亲像我咧抠起来，抠起来就是一条咧平，咧一滚，拢袂当断去你若断去，我就无爱甲你教。伊绝对袂安尼嘛，对无？伊会对讲来对设计的试看卖一早试看卖咧，迄个手要安怎去平衡，头前后壁，正手倒手，正平倒平，这个力要安怎用，伊一定会对安尼教，对无？这是理所当然，敢对？伊有点头亲像我有甲学过安尼我是想象啦想象讲对这个口要当看安尼口起来，就一滚，哇，这无容易因为我家己嘛考过，就知影啦是，我相信伫信仰内面嘛是安尼，所以迄个能力不在，就是讲哇，就爱到安怎，较重要就是
有一个学习的心，这是非常重要。伊个讲到这个亲和力哦，这亲和力当然跟人际关系有关系，对不？好，迄个亲和力表达的是什么？咱若伫一个团体内面，咱有甲人的这个交陪，互人感觉足好接近的，这就表示啥？哇，咱的人际关系是赞的，吼，咱的 EQ 是赞的，对不？吼，这个世界无需要上厉害的，吼 IQ 200以上的，毋是啦。这个世界上界需要是爱有好的 EQ 的人，吼大家会当互相帮衬尊重真做一个3个臭皮匠胜过1个诸葛亮，耶！这就是伫咱的信仰内面，咱嘛会当肯定这件代志哦。所以，若是安尼，伊有特别讲到，就是讲，这个牧师有特别讲一个人，伊若会当真勇敢伫上帝的面前来承认家己的失错，哦，伊若有这款的心勇敢，然后伫伊的生活内面不断更新，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那这款的人呢，伊相信，伊这款的人，伊甲上帝的关系会互上帝欢喜。伊甲人的关系，伊嘛知影讲要安怎建立一个真亲和力的一个人的关系。好咱看智人，伊1年半来伫这个信仰的追求，伊上亲密的伊的太太就有看见这个事实呢。这个信仰的力量伫伊的顶面来显露出来，嘛会感觉讲哇，阮这个先生去教会变一个，真做一个安那，甲我真好接近的，袂亲像过去拢是掠家己做主。即摆会更较济，更较缓和来想代志，来处理代志。这就是一个会当互咱看见上帝所欢喜，咱甲人的互动一个中间所需要的。所以若是安尼，咱嘛会当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就是讲一个人若常常冲突，伫教会内面常常甲人会有冲突，若是这款的人，就表示啥物？表示讲基本上伊甲上帝的关系是有问题，对吧？因为倒边来讲就是安尼啊。甲上帝有甲人有这款冲突的关系，哇常常真搏动起来，常常安怎的时阵，那安尼，咱个重新来看，表示讲伊阁爱努力建立家己甲上帝迄个关系。那甲上帝关系和好的时阵，就会当帮助家己，会当伫人际关系顶面，阁较会当知影要安怎拿捏又好势哦。所以兄弟姊妹，若是对于安尼整个来思考，咱就相信基督徒的生活的基本盘是啥物咯？对吧？基督徒的生活的基本盘，绝对毋是讲咱有一个真悬的学历，这需要会使，上帝有祝福，咱会当来努力有一个真够趁钱的方法，这个若是上帝有赏赐有备办，你嘛是会当努力一个真和谐的家庭，这嘛是咱所需要，敢毋是？这等这问题是，所有这一切爱建立伫什么的下面？其实咱讲就是一个伫信仰的下面啦，敢毋是？就是伫基督的信仰的内面，咱建立这个基本盘了，咱伫顶面所建立起来，就会当真做是健康的，是满足的，是和谐的，是荣耀的，阿们，是平安的，阿们，是互人欣赏的，阿们，是有见证的，是讲会出嘴的，阿们，是咱就会当伫这个基本盘顶面建立这一切。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咱若讲伫信仰，那安尼当然较重要的，信仰是爱有行动的。信仰毋是死的，毋是伫嘴讲的，信仰是透过行动活出来，迄个叫做信仰的力量。他真做一个基督徒，领受这个信仰应该有的。所以若是讲信仰爱有化作行动，那安尼我要讲就是敬拜甲服侍啦。阿们。就是伫敬拜甲服侍这中间，
咱会当好好体会。所以真侪这属灵的册，这属灵的人，伊所写的，真侪哦，伊嘛有册写讲，一生就是啥物，就是敬拜，有无？人的一生是啥物？就是敬拜。嘛有人有主张讲，人的一生就是服侍，所以无论做啥物代志，拢是为主来做，毋是为着人来做嘛，圣经保罗甲咱讲的，若是安尼讲，就是服侍，嘛是我一生所努力的代志。所以兄弟姊妹，对今仔日咱就会当来体会了解，伫人的基督徒的一生内面所涵盖一切，就是伫敬拜甲服侍这个中间。毋过，这个有前后的特殊呢，有前后的特殊。你是感觉敬拜做头前，还是服侍做头前？敬拜做头前爱先有敬拜，较知影要安怎服侍。基督徒伫敬拜内面，咱敬拜的态度若对了，咱就对这个信仰会更较深去体会了解。若是安尼，都更较有经历了，咱出来服侍，就带着一个能力甲祝福在服侍啦。所以咱服侍人、服侍上帝，咱就知影，无论可能咱的服侍无法度100%互人满意，也是讲可能咱的服侍过程内面，咱嘛有时有失志的时阵，总是咱知影要安怎爬起来。因为咱伫敬拜内面会重新去互耶稣基督的宝血，甲咱洗清去污秽，会甲重新互咱福道，咱伫灵命的健康，成做属灵的一个勇敢的人。那安尼，咱搁讲到服侍的时阵，咱会服侍出来，就会当成做有甜蜜的果子，通互人分享。阿门。种果子，咱就知影，若是我细汉厝里有种枣差不多有9丛即摆种了无偌久几冬了，我就知影对一丛较好食，对无？对一丛较好食，对一丛较涩哇！所以呢，后边就看就知影讲，较好食的拢慢了了，较涩的咧，咱无人要插伊，最后呢，阮老爸就安怎，就甲迄丛甲锯掉，挖起来，搁真正正心的去看卖咧。是所以咱的服侍要会当有甘甜，是因为安怎？咱伫敬拜内面去拄着上帝，阿门。伫敬拜内面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伊的能力伫咱的身上，那安尼咱伫服侍上帝，咱就感觉讲这是理所当然的，阿门。今仔个经文有真清楚，互咱来了解哦。咱做伙来讲，咱爱先敬拜，甲知影服侍来。是，咱爱先敬拜，较知影服侍。今仔咱读罗马书12章第1节到第8节，保罗伫罗马书内面有一个真好的一个写罗马书的时阵有真好的编排哦。伊对第1章到11章伊论到就是三一上帝伊的权能伊论到的是上帝怎样的能力的创造，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如何，圣神保惠师是怎样做感动、引带、改变、改化的工作哦。然后到12章开始，伊就讲，若是安尼，若是咱所认捌的这位上帝是安尼，那安尼，咱正做基督徒的，咱就怎样来行，活出这个信仰哇！这就真做一个足重要的，所以咱有这个真理做基础，总是伫生活内面这个部分，就爱将真理引进入来，伫咱的思想内面，掠耶稣基督最要紧，伫咱的价值观内面，掠上帝国的价值观最正确，这是基督徒咱所爱的。这个观念就是要伫生活内面会当去经历，更较济活出基督的香味来。所以伫遮咱就会当看见加利文安讲任何人
那会当透彻这本罗马书，就是找到一条会当明白整个圣经的一个通路啦。吼，所以咱看见真侪神学家因对罗马书有真侪的研究，因为罗马书会当讲是一个真深奥，却是一个真理真重要的基础，咱会当互咱来建立。所以罗马书有重要无？罗马书足重要的哦，嘛足深奥的吼。牧师读研究所的时阵，就是写罗马书，吼，因为感觉讲，这罗马书，我个对新约新约的原典吼，甲旧约的原典做伙去比较吼。原典就是原文啦吼，嘿，伫罗马书内面去看上帝伫古早就怎样定着，吼，迄个定着经选是啥物？哇，顶摆写论文的一个题目吼，嘛感觉讲会真趣味，因为透过迄个研究，就互家己更较明白知影上帝的救恩是啥物。哇，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所以今仔日咱对遮，咱就求上帝帮助咱。章开始对12章开始，伊就安尼讲兄弟姊妹啊，所以兄弟姊妹啊，就将家己的身躯献上做活祭，是圣的，是上帝所欢喜的。恁安尼服侍是安那理所当然的哦，吼，是本来就是应该爱安尼服侍。哇，所以伫即搭遮伫甲咱讲啥物？讲咱就爱甲身躯献做活祭。伊在讲的即个身躯，毋是干那咱肉体即个肉体尔呢？伊在讲的是咱整个的人，整个的人，一个人若会当将家己完全奉献给上帝，就是伊就是会当成做一个安那，会当成做一个真实敬拜上帝的人。哇，这是咱会当去了解。所以在讲理所当然是啥物？就是讲咱安尼将家己奉献做活祭，会当专人来敬拜服侍伊，这是出自咱心理理智的一个选择哦。嘛会当讲是咱心灵内面迄款所愿意付出的，所愿意付出，毋是透过理智去思考，毋是透过习惯去做，毋是别人安尼咱就安尼，毋是，是伫迄个灵内面有迄个感动。会知影咱所信的是之罪，知影咱所会当倚靠的是之罪。若是安尼，咱就愿意用时间来伫即搭遮，每一礼拜，还是讲每一个小组，拢会当参与内面来分享、来经历、来见证上帝奇妙的作为。阿们。哇，这是咱会当深深来了解。所以透过这段经文，就会当互咱知影。讲咱所有的敬拜，毋是干那是外体上即个形式上的物件尔，咱有时爱搁较济，就是。喂，嘿，好，不要紧。爱拍破外体即个外面这形式的敬拜，咱更加重要的，就是爱对咱的心灵去发动，互咱深知，咱是来遮敬拜上帝。好，咱主要的是爱拄着上帝。阿门。所以过去牧师嘛，常常甲咱讲对无？甲咱提醒，咱若主日礼拜，今仔礼拜煞感觉像要无拄着上帝，不要紧，你留咧，吼。搁有第二场的对无吼？第二场继续礼拜，对无？第二场礼拜了嘛，感觉讲，搁想未拄着上帝，安尼不要紧，咱会开，搁互你继续伫遮祈祷，会使无？会使啊，吼，也是透过小组，安尼互相鼓励，做伙祈祷，去领受上帝会享受咱真实的平安，互咱真正会当放下咱的重担，来到伫上帝的面前。兄弟姊妹，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件代志吼。
所以愿上帝互咱有一款深深的体会，咱敬拜应该讲是对内到外的一个敬拜。所以若要安尼，咱就是爱专心，爱有热情，爱有渴慕的心，爱专心，爱有热情，爱有渴慕的心来敬拜上帝。阿们。咱做伙来讲，我爱专心、热情、渴慕来敬拜上帝。来，是每一届要拜进前，伫厝里要出来，你就爱甲家己讲，我今仔日要专心，单单来敬奉伊。我爱带着热情来，因为咱的上帝是热心的上帝啊，对无？是毋是安尼？上帝是热心的上帝，伫旧约拢一直在甲咱讲啊，伫新约嘛，互咱知影，伊道成肉体，爱咱甲咱同在啊。所以呢，咱就爱有迄个渴慕，更较认捌伊，渴慕更较经历伊即款的心，互咱每一届敬拜，拢带出祝福来。阿们。这是咱会当看见的哦。所以圣经保罗就继续甲咱讲，咱唔好效法这个世界，爱心意更新来变化，爱叫咱会当查验什么是上帝良善、顺全、通欢喜的一个旨意。伊讲唔好效法这个世界，在甲咱讲什么？就是讲袂当互四周的世界来影响咱。来污染咱，唔好互这个环境、这个社会，来形塑咱，来塑造咱，来污染咱。兄弟姊妹，咱一定爱相信一件代志，就是这个世界，有当时圣经在讲世界，这个世界的时阵，是在指上帝创造的世界。毋过伫新约作写时阵，伫讲即个世界是伫讲什么？讲撒旦魔鬼管辖的世界。伫咱的经文内面，若看到世界，你爱头前后壁的经文读好，各读一摆啊，你就知影伫指即个世界是伫讲上帝创造。若是伫讲上帝创造，一定是伫表达上帝的好、上帝的能力、上帝创造的美妙。安尼咱就知影，伫讲即个世界是亲像福岛到迄个爱电乐园迄个美妙的世界哦，也是讲启示录伫甲咱讲迄个新天新地的世界。总是有当时伫讲即个世界是伫讲是即个恶者所管辖的。所以若是安尼，咱照做基督徒，咱爱做清楚一件代志，什么代志？就是讲即个世界有真济的一个迷惑，亲像约翰一书伫甲咱讲的。有肉体的情欲，有目睭的情欲，甲今生的一个骄傲呢？这拢是毋是上帝欢喜？总是这拢正做撒旦的一个伎俩来的迷惑人的哦。所以伫这安尼，咱就会当来了解，这个世界是互撒旦魔鬼直接建立一个物件，这个物件就亲像对佮毋对的。无论伫政治、伫艺术、伫音乐、伫宗教、伫娱乐、伫思考的内面、伫生活的模式内面，有足济即个世界所互咱的，是属撒旦魔鬼的世界，毋是属伫上帝的世界哦。安尼有了解无？真清楚，圣经互咱知影。所以咱面对着这个，亲像甲咱有关系的。无论对媒体咱所看见、所听见的，这个伫即搭这个内面，咱就求上帝，互咱深深来了解，互咱会晓去分别，什么是属上帝欢喜的，什么是上帝所无欢喜的。所以，咱只有用上帝的话语来判断，咱才会当发现，原来上帝美好的旨意，犹原是伫。这就表示讲，我们的充电电池可能全部都要换的哈。好，不要紧，我暂停几秒钟嘛，互咱喘一下对无哈？
啊，感谢主哈，是，所以求上帝帮助咱，诚做基督徒的咱，为什么教会咱一直爱鼓励，咱就爱来主日礼拜，就爱参加小组，就爱读圣经，就爱祈祷，因为这个动作，这拢是动作哦，拢是有一个真重要的含义，就是得甲咱超好正，超倒转来啦，阿门。哦，因为咱互这个世界太济，这个媒体影响太济，这个社会价值观太济，拢容易甲咱影响，所以咱必须要透过敬拜，透过读圣经，透过祈祷来超正转来，超正转来，转来到一真理内面，才会当得到上帝的欢喜，才会当领受上帝互咱的快乐甲祝福。所以，大家爱操练这个读圣经、祈祷、敬拜的目的，就是会当转回更较面向咱的上帝。阿门，阿门。感谢主哈。好，再过来，咱会当看，保罗就安尼讲，我对恁逐人讲，无看过头家己所应该看的，就照上帝吩咐大家的信心的大小。会当看得合宜啊！这是在甲咱讲一件代志。意思在讲什么？讲对基督的福音教导咱的这福音嘛，这真理，未互咱，未教导咱讲，咱就爱因为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温数，咱就成做一个骄傲的自高的人啦。因为圣经上帝真清楚甲咱讲哦。上帝安那，或者自高的安那卑微对无？安那遐卑微的呢，要甲伊高成伊嘛，足清楚的啊。所以对真理来教导，要互真做任何一个人，基督徒还是领袖，真做一个哇，头壳迄个啥目睭生伫头壳顶的，袂啊鼻啊朝天皮的，袂。绝对袂是安尼哦，所以互咱会当真清楚来了解。所以若是安尼，伊咧讲的信心的大小，到底是什么的信心呢？兄弟姊妹，信心是基督徒大家拢有的，不过信心永远有无同款的坎站。当咱需要领受这个救恩的时阵，咱就爱有迄个信心，相信上帝一定会救咱。相信上帝一定会当以咱来除去咱一切的罪过来甲咱，互咱会当得到清气，互咱的病得到医好。哇！这个信心，这是伫得救的信心内面，咱所爱得到的。总是伊伫遮伫讲的这个信心是啥物？信心的大小，这个信心就是讲，当咱得救了后，伫咱的生活甲工作内面。咱永远有需要这份的信心，这份的信心的大小，不是要甲人来比较的，不是讲你看，迄人较有信心，这个人拢无信心，等这个，不是哦。伊讲是按照上帝所赏赐咱各人的恩赐的大小，的多少来领受咱所需要的信心。上帝予咱的恩赐，若是足大的安尼，上帝必然爱予你大的信心，你嘛爱凭大的信心，你较会当将迄个恩赐来大来彰显出来。这是上帝予你有足大的信心，就必然予你有够格大的恩赐来服侍伊，这是理所当然。所以伫第6节、第7节，伊就安尼讲，照着咱所得到的恩赐无共款。会当讲预言，就照信心的程度来讲预言；会当有办事的能力的，就得专心来办事，有无？等这在讲什么？就是讲上帝拣选咱若愿意服侍伊的时阵，当伊拣选咱伫对一份职分的时阵，伊的确互咱2项物件：第一，就是互咱有够格的恩赐来服侍；第二，嘛互咱有够格的信心。来运用这个恩赐来真做荣耀伊的，阿门。哇！这是咱伫基督徒
爱了解是更较了解这个，就会当帮助咱伫服侍顶面更较有信心来领受吼。所以你有温数无？阿门。你有信心无？有。吼，你爱甲家己讲，我有温数，嘛有信心。阿门。咱做伙来讲来，对吧？所以伊会上帝互你有这个服侍的温数，对无？哦，互你诚做这个主领敬拜俄罗的时刻，你就有上帝的确互你有信心，对无？阿门。好哈哈。咱昨在训练的时阵吼，有特别去甲伊操一个吼。看今仔日哇，我相信伊回去阁有继续家己操练，对吧？对，一定吼，看就知影，伊回去阁有家己学习，阁一摆阁不断重复来学习。那安尼，咱看见伫服侍顶面，就互伊更较有信心来运用上帝互伊的机会来服侍吼。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上帝。圣经甲咱讲是照着所得的温数有无共款哦，所以伫教会内面，咱有无共款的温数，人做伙伫即搭遮。咱要起一间厝，毋是干那讲所有大家拢目光，就会当起一间厝无咯。吼，爱有水电土水使有无？哇，这个顶点无共款的，会当来合作一阶段，这会当最后来起一个照着。计划图所成就的这个水的厝，这是理所当然。教会永远是安尼，爱有大家无共款的温数，做伙来建立教会。上帝互咱的温数是甚物？你用迄个温数来服侍伊，你会真喜乐。实属你若无这个温数，会当甲上帝求，总是绝对无法度强求，因为上帝会照着逐人上帝要互你的来成就这个。所以这就是咱伫服侍顶面来看的。所以伫服侍有分关键吗？无啦，吼，有分关键吗？无，吼，咱会同工一个长老一个执事，用一天的时间，甲咱的这个主堂，这个灯主要的灯间接照明的灯间接照明的部分拢换掉。所以恁今仔若注意看，哇，咱的灯有足侪对无？迄个色调拢完全就相共。因摆呢，就遮歹去就换一个，遐歹去就换一个吼。这年几月深了，迄个色调就无共款。吼，即摆咱看，哇，昨换了，恁若注意，你就知影是足水的吼，是足水。吼，这就是咱永伟长老甲志豪执事因两个人，昨用一天的时间哦。吼，佫有一寡一小部分后来佫会做诶。那我相信，这伫服侍顶面，上帝就按照福音的温数，因喜乐来服侍。伫咱大家可能拜六伫厝休困的时阵，有真侪同工伫遮咧备办，今仔日的敬拜以及整个环境的遮安排，这拢是上帝互咱的机会。我相信，这同心合意，成做一个合意的团队服侍的，就会当发挥上帝互咱的能力甲祝福。伫咱的教会，伫咱的家庭，阿门。所以感谢主，互咱会当深深体会。所以大家温数无共款，爱彼此欣赏，对无？毋是彼此批评哦，毋是食醋，嘛毋是哦，绝对是无哦。所以你甲隔壁讲，我做欣赏你的温数甲服侍来。阿门。是。上帝互咱逐个无共款的温数，就将这个来交互咱来服侍伊。我注意牧师安尼讲将咱的100%95%献互上帝是足容易的。伊讲总是上困难的是甚物？就是要剩的5%献互上帝啊！哇，这是足无容易的一件代志。不过伊讲你若是奉献互上帝是95%，安尼意思是甚物？就是不足5%啦。意思是就是讲无够迄个完全，无够迄个完全。伊在讲安尼是甚物？有时就是讲，有时咱伫信仰的顶面，咱会想要家己留一寡自由的空间，吼
咱想讲这信仰是袂歹啦，毋过吼，我着有这过去这个习惯啦，吼，要叫我改忘啦，哦，对无？哦，这改啥？改酒是改毋好，对无？吼，对，吼，常常会用这个讲话嘛，吼，对啊，吼，酒是改毋好，吼，对，毋知对一个改咧，吼，吼，酒是改毋好安尼，有当时会感觉袂要紧啊，上帝，袂在意我这一点点的吼，这袂要紧啦，我习惯啦，我有搁要叫我安怎，迄较有可能，兄弟姊妹，常常咱会为着家己保留一点啊。亲像，互咱会当较有自由一点嘛，总是兄弟姊妹，迄个可能家己感觉较自由一点嘛，其实是撒旦的陷阱，是撒旦剥削咱，控制咱真重要迄个所在。撒旦会当讲好啊，你95%信耶稣好啊，你着5%留互我就好啦，这是撒旦的作为呢。所以，若是安尼，咱就求上帝帮助咱，可能，互咱生活不安、烦恼、操烦，互咱伫生活亲像这个信仰无法度十足来帮助咱的迄个关键，就是啥物？就是咱甲迄个剩的5%落伫家己的手中啦，甚至感觉是落伫家己的手中，其实是交互撒旦的。哇！这时阵，基督徒咱爱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提醒哦。所以可能一点点敢袂使吗？一点点毋过因为迄个一点点就继续互咱伫罪的中间，无法度活出光明，无法度活出真实的喜乐，无法度会当成做美好的见证这就是咱所以为痛苦的一个原因。所以求上帝帮助。咱若要爱上帝，对上帝领受100%的恩典，那安尼，咱理所当然，就要大声有100%的敬拜，100%的服侍，对无？若无，你干那要甲上帝摕恩典，家己拢笨蛋无爱做，这敢有法度成就这个？这是咱基督徒，咱会当来思考。所以愿上帝帮助，互咱永光教会。牧师有一个感动，咱永光教会若只有70%的人以上，真正是用专心全力来敬拜、来服侍，用专心全力来敬拜，互咱每一开的敬拜会当充满热情，会当更较无依，会更较自由，互圣神来运作伫咱中间。我相信上帝要更较大、快速。来祝福咱永光教会，互咱的永光教会伫这个世代真正真做光灯台，伫这个世代真做改变影响教会其他教会的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教会。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专心敬拜，全力服侍，专属基督。阿们。咱做伙来讲来，专心敬拜，全力服侍。专属基督，阿门。是，我上帝帮助，透过这段经文，互咱更较了解，就爱先服侍，还是先敬拜？爱先敬拜。伫敬拜内面拄着上帝，经历圣神的更新，咱就知影什么叫做服侍。也伫服侍内面，咱有甘甜的果子，通分享，通见证，通荣耀上帝。所以今仔日你有领受无？阿门。所有咱的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咱做伙过来读今仔日的经文，罗马书12章第1节来。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我的圣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服侍。罗马书12章第1节，搁一摆来。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圣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服侍。罗马书12章第1节，搁一摆好，来。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我的圣的。
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服侍。罗马书12章第1节。所以，若要中毒的，就安那，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因为上帝的怜悯，劝恁家己献家己的身躯做祭，献家己的身躯做祭，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我的，是圣的，是上帝所欢喜的。这是什么？是心灵的服侍，是心灵的服侍。阿门。对，所以呢，每一届，对这个经文啊，更加了解，帮助咱每一届，无论伫主日礼拜，伫小组内面，诗歌、儿乐、上帝话语，咱拢会当有一款献家己的身躯做祭，互上帝欢喜。阿门。感谢主，这时阵，请咱起立，咱要来吟这条诗歌。